来看回答的执行长黄玲芬昨暗伫台大演讲，台湾主要供应链的头家嘛拢去现场相听。黄玲芬表示讲，台湾的供应链是推动人工智慧重要的关键。伊嘛一再强调，台湾是无名英雄哦，算是世界的枝条。黄玲芬对台湾厂商的肯定，嘛互今仔台湾股市是红记记哦，盘中是大起超过400点。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去台大体育馆演讲，呼应进前伊伫台大毕业典礼致辞，讲出社会了后，就爱拍拼各种的，唔通死傻看行，爱做一个大人。So I cannot walk, I must run. We have a lot to cover. I have many things to tell you. 详细看台卡来听演讲的，有真侪是回答台湾供应链的同伴，亲像鸿海董事长刘永伟、工大董事长林炳利拢伫台卡。黄仁勋伫台顶展示因公司地球气候数位上升啊，会当预测未来地球出现的变化，买当预防天灾。它融合了人工智慧、物理模拟和观测数据，可以帮助国家和公司预见未来，并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。回头看过去的发展，为个人电脑 PC 开始革命的历史，未来 AI 嘛会展开一段新的产业革命，为 AI 工厂、机器人发展到所有人类。台湾是无名的英雄，却是世界的支柱。一起，我们推动了产业的复兴，辛勤的耕耘，让我们能够踏入占星运算的领域。亲爱的伙伴们，你们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。NVIDIA 他们这方面，不管在硬体、软体方面，他们都看到很大的成长。那当然，这也代表我们台湾的机会嘛。NVIDIA 有很多协助新创的啦，或者这种帮助台湾做研发，我觉得我们会跟他们配合。黄仁勋上尾以一段欢喜的影片，感谢台湾的企业乘做 AI 产业革新的靠山，这话嘛带动车衫台股开盘开悬走悬，盘中捌到21577点，大起超过400点。数发部表示，未来 AI 是重要的产业，会甲回答配合，鼓励台湾伫 AI 人工智慧的研发、新创甲产业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